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播电台。1934年11月初5，台南新报报道一站惨杀妻女、甲尸体抌入外海的新闻。讲这个基隆海事科出场所的记手吉川幸次郎，伊甲伊的小妾吴良静联手杀害正式僵尸，而且甲伊分尸、剁做肉块，佮摕汽油桶滴死，等入去外海，是一件足恐怖的事件。新闻呢，毋但甲这个作案的手法写了真详细，而且佮甲这个在地讨海人一寡讲在外海看到几个这个传闻结合做伙。警察是安怎调查啦？传讯2名凶手，甚至这个法庭的大审结果出来了后，台南新报连续8天，亲像小说的连载安尼，对1931年开始讲起。原来1931年的时阵，吉川这口罩就已经无讲介和谐。这个吴良静呢，伊会来介入家庭。其实呢，甲吉川这个人的品性有较大的关系。吉川幸次郎，伊是1915年娶妻叫做吉村京美也就对。伊的大汉查某囝托莫克地主18岁，大汉后生克之14岁，佮有一个细汉的后生正之12岁。吉川呢，上早是海军志愿役。伊做海军做6冬，退伍了后，就来去平湖做警察。迄时阵叫做警部补，尾呢，因规家伙搬来到高雄。这款军警家庭原本应该是真幸福才对，想袂到幸次郎这个人贪杯好色，伊伫高雄曲江迄边包二奶，佮甲外口的查某人安尼偷来暗去。翁仔某字也弯，面也弯。这个吉川京甚至讲想要来离言，3个囡仔呢，规气带来对日本的后头厝。幸次郎呢，为着要甲这个某囝留点身躯边，伊才请朋友介绍这个基隆的海事科的这个摄头，规口罩呢搬来到基隆。原本就是讲伊是想要重新开始，做一个顾厝的好翁婿、好老爸。结果竟然佫去熟识到这个吴良静，两个人哪行哪活。幸次郎恶金难断，又开始为着要带这个吴良静做生意的代志，甲吉村京大细声。讲到吴良静这个人，看伊的名就知影讲这个吴良是Okinawa迄边的姓。伫甲午战争进前呢，就足侪这个Okinawa 的人啦、琉球人啦，来基隆讨海，甚至规气住伫台湾。根据这个资料的记载有500多名这个琉球人长期呢拢住伫和平岛遐。这个吴良静呢，伊迄当阵咧高沙公园内底一个料理店，叫做立安做内将。幸次郎讲伊是这个因为肠胃有毛病。医生讲爱靠啉酒来治疗，这听起来就是贪杯借口嘛。不过呢，因为有这个医生甲挂保证，伊就安尼大方啉酒。甲立安内底这个内将吴良静熟识了后，伊就开始定定带去吴良静用兜，袂紧咧转厝。吉川这边呢，这个米这边是真正足怨毒的。不过因为最近有咧参详讲，因兜要伫基隆买厝，伊本底想讲。吴良静这款做内将的，就来去的狐狸精啦。伊暗算讲，幸次郎若是有照约束，甲厝买落来，安尼呢，伊就无啥物通好计较。反正呢，幸次郎应该真紧就会对吴良静感觉野心。谁知影，这个吴良静点食3碗公半，竟然讲去怀着幸次郎的囝儿，安尼呢，幸次郎无甲带，就真正袂用一个。讲是带细姨，吉川京的这个立场是徛甲足在，伊无要互吴良静甲伊住咧同间厝。不过呢，大某细姨无和谐，即马就进入全面开战的阶段。
大某吉春江呢，这边叫伊后生克之，三不五时啊，就去乌龙井因兜，摕小刀啊，甲威胁，甚至啊，佮去这个乌龙井因的厝内底偷摕物件啦，各种言语的啦，肢体恐吓，都毋捌断过。啊，乌龙井这边呢，伊的查某囝春江出世的时阵，就定定破病，啊，结果4岁呢，就来过身去。根据乌龙井的口供讲，春江咧办丧事迄天哈，吉川江甲克之吼，竟然来去大闹灵堂啦。一般来讲吼，咱民众拢会较疼惜这个原配大某啦，而且吼，伊搁去互抬视，照讲伊是受害者无毋对。但是呢，因为伊在生的时阵吼，原来毋是啥物善男信女，所以啊，伫民间的创作，亲像歌册啦、甲电影啦，就甲这个吉川江吼写做是一个楚楚可怜的受害者，而且吼，佫是足诚心的佛教徒。听讲春江破病的时阵吼，敢若日夜诵经啦、祈祷啦，讲吼是乌龙井吼骂这个吉春江念经要救惨春江才会来死。因此啊，乡厝龙这个甲无话要杀车灭尸，以绝后患。啊，迄歌册吼，差不多是安尼讲啦。伊讲吼，阿芬你着听我劝，吼，我千代心肝想较长，哦，阿芬你着想倒转，做你放心吼，啊来食饭。啊，阿芬就甲应讲吼，啊你莫阁讲吼，遐尼济，我着无要甲你带共家，哦，这个我。啊，村主春江吼，叫你来害死就对。这个每日口精甲雷鼓，甲纠缠阮的后生查某囝，这来死亡。这就是歌册内容啦。啊，台南新报吼，伊是用这个家人的这个恶鬼甲魔力来形容这个凶手吉川乡厝龙甲乌龙井。毋过啊，为这个春江的死来看。其实乡厝龙呢，伊无宰掉，会当伫咧两个查某的战争中间呢，做一个真好的协调。啊，佮放伊的这个大某吼，甲这个囝儿吼去攻击这个乌龙井，或者这就是事件的源头。啊，这个乌龙井呢，也是因为查某囝春江的死，才有开始有这个偏差的行为啦。讲这个春江的灵堂呢，叫大闹迄个暗时，就对这个乡厝龙讲吼，伊怀疑春江是互咒杀啦，啊希望吼乡厝龙会当甲这个吉川江吼甲杀掉啦，替伊的查某囝来报仇啊！啊讲吼伊看到这开身躯拢是酒气的这乡厝龙啊，摕这个棉被啊吼，甲这个吉川江的尸体包包的来到因兜的时阵，伊竟然佫讲啊，真正是太好啦！这款的话。刷来呢，佮甲乡厝龙联手来进行这个分尸，甲这个尸体抌入外海的这个工课。啊，佮有报告指出吼，讲乌龙井看到吉春江的尸体吼，佮为伊颔棍啊吼，扑一刀要来下昏就对。检察官吼，就因为这个关系，对这个乌龙井的来求处这个重刑。法官最后判决是讲，因为这个吉川乡厝龙是主嫌，所以是死刑。啊，这个乌龙井呢，虽然伫边仔安尼个杀人，也毋过呢，伊的确嘛有协助分尸，甲这个弹尸体的这个工课。伊毋过呢，伊伫整个这个审判过程当中呢，就足配合。不管是呢，讲呢头咧咧啦、流目屎啦，讲是足忏悔。法官呢就想讲，伊有可能是因为查某囝春江的死，开始有这个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所以判伊15天的刑期。这规案件呢，才安尼来结束。这个案件咧当时呢是有足大的轰动，要入去咧法庭要听判决的这个民众，看抽号码牌咧，佮排间咧落长。战后呢，1957年，这个事件拍做电影。是迄当阵迄个票房的冠军啦！互大家搁来想起着在日本时代有即桩这个恐怖的分尸的案件。欢迎听众朋友过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我是东密。今仔日咧要讲一条这个家人7号房的案件。
啊，家人即号房吼，恁有听到吼，迄种杀人灭尸啦吼，毒做肉酱即款代志，竟然发生伫即个日本时代。咱拢讲啥物人心不古啊，结果吼想袂到较早诶人杀人是遐尼啊粗残。啊，即届呢，请到即个来宾吼，其实是即个嘛是咧面册好朋友吼，嘛是咱文学诶好朋友洪明道。大家好，我是洪明道。啊，是安怎会请到你咧？你敢知影？我嘛毋知，因为阮感觉着讲吼，这歌册这物件，其实伊甲文学其实有一点啊，应该讲是有牵连啦，应该是安尼讲，迄就是较早即个通俗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是，嘿，啊，内底有一寡台语用字啊，佮有一寡故事的这种写法啊，吼，其实咱若是学文学的人，看到歌册的时阵，拢会感觉讲，是毋是啊？是毋是哦？较早的人讲故事，那安尼绕长啊，安尼讲袂煞，哦，原来是讲伊个要卖药啊啦，佮要啥有诶无诶，有一寡站头安尼。啊，你细汉时阵，敢有捌听过迄念歌啊，是讲歌戏即款？我毋是迄个时代啦，细汉嘛是有吧？我细汉其实吼，我听阮母爱讲，就是讲较早卖药拢会甲阮，因为阮落地遐较早嘛是拢有一个所在，就是算一个庙口遐有，毋过我家己我是无听过。啊，我感觉我细汉其实，我是互电视饲大汉的，所以我其实做侪华，我算做母语是台语，啊华语拢是为电视来学的。所以我看到即个案件时阵，我想到的是像迄种那些蜘蛛网，还是玫瑰同灵案迄种物件，对。到底这是伊甲千代子的救甜，也是伊甲阿芬的救急？对，就是像阮种，互咱继续看落去安尼。是，而且我想着讲迄个，你敢知影迄个美珠啊？美珠，你讲，就是迄个倒一个台湾的演艺还是啥物？可是有一个哦，桂美珠，各位朋友，伊开场时阵咧讲念迄，看他会倒句，就做成个歌册，对，迄种型。你看，你听众朋友就知影我是安怎会找洪明道，就是拢是有牵连的啦，好无？啊，你看电视的时阵，细汉的时阵，甲即摆大汉看，即个四句人也好啦，这倒句也好，敢有啥物款无共款的看法，还是讲？你感觉最厉害啊？安尼还是讲？我细汉就感觉就是倒句物件足趣味。因为阮遐，因为我细汉时阵，我家己看即种就是会倒句的即种电视剧啊，我家己教阮妹啊，我迄阵日常生活嘛是拢会学白倒句，但是我倒句拢足粗的，阮足粗的。我听看卖有偌粗，你粗看卖。我想看卖哦，等下哦，因为我遐有一个囡仔死个做蚵仔面线，你有听过无？你讲看卖。就是你学查某，你互人迄个声，就是爱蚵仔面线，过来一碗，就是即种物件。哦，是，这普通啊啦，这袂讲伤粗啦，系啊，普通啊。但是阮阿嬷若听着阮念这甲阮讲，阿嬷讲，恁讲这无够粗，阿嬷我来。哦，细汉时阵其实拢会啦，都是一半句啊啦，啊，毋过要讲甲亲像过美珠安尼要倒句，迄就困难，迄是爱练功夫。是，啊，就是较早吼，其实我嘛是看电视大汉，毋过我看的电视迄台数较后壁。较早有一个电视台叫做蓬莱仙山，我知迄暗时啊，会烫衫烫裤迄款。啊，毋过我毋是暗时啊看，我拢差不多下晡时啊咧看的时阵咯，伊就有两个嘛是查某诶，啊就会开始念歌、唱歌戏，一个扮查某，一个扮查甫。迄是毋是替塞有玲珑？是毋是学音？对，替塞有玲珑甲因学。啊，是安怎甲因学？因为迄当阵啊，拄好因迄站咧录诶时阵，因咧讲一个故事，迄个故事叫做《金棍玉玲珑》。啊，就是讲，迄故事其实足简单，迄个传统诶民间故事，就是敢若迄啥物冯梦龙迄个年代迄明朝时阵迄个小说内底讲，反正就是啥失散啦，大家就亲情找无人啊，啥物红某找无人，我也是找着迄四
四白金棍。啊，四白金棍那个斗做伙，拄好是一领金棍。较早迄个马面裙嘛，迄是一片的一款。啊，四白啊斗者啊，原来是真领啊，真领原著竟然是像啊！我找着啊，阮无伫遮，其实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故事。啊，迄两个老先家就唱啊。30-40集咯，等一个故事唱啊，嘿，大家唱一站嘛，大家唱一站嘛，啊，一个扮查甫，一个扮查某，啊，有当时啊，一个人啊扮差不多5、6个角色安尼，啊，种讲来讲去，唱来唱去安尼，啊，尾来就拄好去柯浩顺迄铺的人去看着，讲无因就来卖用起像什么玉玲珑啊，剃腮玉玲珑就安尼起来，啊，尾啊，我其实是旧年开始。就真正去互我找着，迄当阵啊，咧唱歌念歌的其中一位，一个要个伫咧，嘿，叫做陈宝贵，伊住倒位？伊住淡水。哦，啊，我就即摆就当咧甲伊学，嘛咧学这个念歌、唱歌这物件。而且伊住淡水，伊住迄个所在，伊讲伊住30-40栋啊，拢住咧遐。啊，伊住迄个所在，甲我细汉我细汉嘛住淡水。甲我细汉住淡水的迄个所在，就是隔一个马路尔。原来有这个缘分啊！嘿，就是伊定定讲，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无缘对面吼，嘛是无法度来交陪。伊讲话就安尼呢，伊2句3句都有押韵，都倒句安尼。啊，即摆就当咧甲伊学，你就发现讲哦，伊迄个，人讲迄个，这叫做啥？北来有歌啦，就是讲即款人哦。啊，你看迄个家人七号房的时阵啊，你敢有看到倒一拍歌是互你感觉讲哦，那会唱甲遮好，写甲遮好诶无？因为这个我头一我是感觉啥会成个那些地图帮是因为我细汉咧看时拢会足惊诶，啊但是佫足爱看。啊，我感觉伊即个歌有即种成分，就是讲伊话所在会互你感觉讲。就是有一寡，因为伊做也较粗残，所以你看了会惊。毋过伊内底伊咧写人甲人中咧之间咧应话啊，是一寡动作，感觉写得真活。啊，譬如讲，我是感觉伊真正是足精彩，就是伊就是就是迄阵就是甲拄做肉酱煞灭死。对，我感觉遐真正是伊有制作出一个，算作是一个遐是规个案内底上精彩的部分。伊即个知影，我为着即个案吼，就是即摆嘛当咧我家己啦，当咧改编即个案，要甲写做推理小说。我感觉即个案，我看了，我感觉足复杂的呢。就是讲伊内底的人，我感觉因的心理，我拢真有兴趣。就是讲，譬如讲，即个男主角即个尤西姆啦，毋是安尼念。因为我看伊一开始是毋是伫高雄，啊，后来咧刷迄家人，啊，伊旧厝算做伫日本的即个。你看，你是毋是我那会找你来？因为捌住伫高雄。对，我是想讲，即个人伊来台湾了，伊拢住海港啊，伊伫日本呢，算做伊故乡嘛是海港。我感觉伊即个所在就真趣味。系啊！你看的所在，甲我看的拢差不多。我嘛是想讲，一定爱甲即个查甫，甲即个海港的即个生活甲绑做伙安尼，对吧？好。今仔日呢，真荣幸的当请到洪明道。其实咱捌定拄，就是伫其他的场所啦，也是讲啥物一寡迄落会议啊，拢当着啦，文学奖啊啥物，还毋过咱拢毋捌用台语安尼开讲遮久着。咱拢讲华语吼，安尼爱拍卡称。好，希望呢，咱这个节目呢，尾来当互搁较侪人吼，不管是来宾也好，或是听众朋友也好，会当豆豆啊来足自然呢，哦，用台语来讲咱的故事，用讲台湾故事嘛好，讲家己厝内的故事嘛好，咱是这个依然版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语广告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计划，请恁会当继续来收听咱的节目。后一集呢，同款会请明道来讲一寡伊创作的故事，因为伊嘛有写这个台文的作品，伊嘛有录音哦，这真正是足厉害。就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
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